伊也讲会记的讲是1月13号，就是迄当阵当厝叫警察掠去。掠去了后吼，伊讲面暗着，伊敢若知影迄个所在叫南京埔吼，但是伊后来出来了，毋捌，因为伊入去甲出来拢是暗着嘛。我有一摆问伊讲，听讲是踮遐要去看一下，伊无爱。伊敢有捌甲你讲过，讲伊伫内底的时阵，迄个生活是安怎过？你就讲我册名叫盐水大饭店嘛，有关系。伫南京埔，我嘛有拍啊好，真正足严重，拢食盐水饭啊，哦，啊一碗白饭啊，一条迄落水啊，啊无就叫人去买迄落泡面转来，浸便所水浸一后饭，啊水倒掉啊，安尼食，啊总比盐水饭较好食。所以我嘛是感觉讲，这是伊人生中吼一个苦难。我就想讲啊，这个历史嘛，想讲要互搁较侪人知影，因为大家拢较知影景尾迄个人权纪念园区，拢较知影台北的，是，较毋知影南部的。